1月6日勝利的妥協。我們認識到，只有通過徹底的失敗，我們才能走出通往解放和獲得力量的第一步。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，是最終能建起幸福而有意義的生活的堅實基礎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19頁。當酒正影響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當酒瓶成為自己自由放任的憑證，當我自己意識到這一點時，我無力克服酒精的誘惑。我知道，除了投降，我別無他法。在妥協中，我發現了勝利，這是對戰勝了自私的自我放縱的勝利，這是戰勝了我固執地拒絕接受生活本來面目的勝利。當我和任何人、任何事都不再作出對抗時，我就踏上了通向清醒、平靜與安寧的道路。